听乌石港讲故。欢迎，请坐。你是来这参观南洋博物馆的吼？真欢喜看到游客来，互我想起古早时留下的记忆。你想要听我小解阮宜兰哦？好啊！拄则讲到古早时，我乌石港是阮宜兰上重要的港口，是清国时代的正港，对外交通、贸易拢靠我。外车也都有哦。迄港口是人客人，长山船是đầy满满，五日节飞龙船是呛呛滚。毋过火无百日红，百外冬了后，我就退休啊。就安尼，伫遮稳居做老孤困。到南洋博物馆要设立，世间人才阁想起我这个老大人。在早，阮遮的溪都大细条拢有，阁规年透天雨水高，所以水泉充足。地下水阁甜甲会溢出来咧，风水济济，冷的嘛有。三边的山甲东边的海，甲阮宜兰朋友装甲水当当。毋只会误杀，只会汉人咧笑伤。历史课本拢教误杀开来，迄也有影。1632年起，西班牙人就伫阮宜兰设省起教堂，有600个噶嘛咱人洗礼。1644年，荷兰人嘛来阮遮甲特赦建立关系咧。汉人就是安尼，为因开始的历史甲文艺才准算。像台南的孔子庙，讲是全台首学，笑死人！荷兰时代，咱台湾都有学校啊，阁有夜间部咧，阁查某囡仔嘛会当读。国民政府嘛无咧讲日本时代，日本对台湾的建设。唉，汉人来侵略宜兰了后，对在地人足粗残的。误杀因即个武装集团，甲小煞来的汉人，用骗的、拐的、杀的，甲土地占去，阁把咱族只好流浪去外围啊，煞去花莲、台东甲恒春，留落来无到1/3。对啦，你敢知影告捌咱的意思？就是住伫边洋的人。其实宜兰边洋佫有住别种呢。日本时代学者有做研究，遮也有多罗米湾、高高仔甲阿里斯三族。阿里斯是为着闪避汉人的北涉，为台湾西部徙来遮的北部族的统称，真遗憾。即马阿里斯剩地号名尔，多罗米湾连地号名都无咧。高高仔族咧。嘛，剩地号名尔。1857年，孙浩来阮宜兰的时，有甲因指接过。伊感觉因是上温顺，阁无攻击性的族群。孙浩嘛讲，噶嘛咱族比汉人较好咧亲切。因的妇女头鬃装头甲真水。伊嘛看到噶嘛咱族日子过了真艰苦，定定讨食，阁若犯人徛。土地都汉人占去，阮宜兰阁有真侪好所在。南澳就是啊，1869年，英国人汉有来阮遮开垦南澳，伊捌处理落物事件的代志，去杀着平埔族的单纯甲实在，落尾阁来咱台湾，毋若带平埔女子做某，阁甲德国朋友留蹛南澳。请平埔族彻查做木材生理。马介牧师自1880年代起，嘛常在来阮宜兰朋友帮南满喙齿传福音，用步练的、坐船的来28摆，说教会24经。伊甲孙福无共年代来，
毋过共款看到哥毛兰族的凄惨，总是清国根本无心咧统治啦。所以，阮宜兰真正的建设是为日本时代开始的。我举一个例，阮遮的溪真济，毋过强在咧做大水改水路，威胁着沿海百姓的性命。日本人来，就伫1929年对上大条的宜兰落水溪，就是即卖的南洋溪进行整治工程，到1936年才完工。毋但将水路固定掉咧，阁加将近1000甲的农地呢。天良讲，日本人较有咧用心治理阮宜兰。我讲到这，莫甲你扎作伤久。虽然我学石港已经退休啊，毋过南洋博物馆起伫遮，我嘛通讲古互人听，袂输咧做解说人员咧。人我老懵老，阁会剥土豆呢。